平時咧面對住 Meta 廣告咧，大家係咪都非常之糾結啊？因為一方面咧就覺得，我而家唔識落廣告咧，或者落廣告成效唔好咧，好似抌錢落海咁。但一方面咧，每次打開 Facebook、IG 咧，都會見到好多人落廣告嘅喎。嗱，如果 Meta 廣告真係翻唔到數嘅話，咁就唔會有咁多人落呢啲廣告啦。大家諗下係咪先？因為所有俾錢 Meta 落廣告嘅都係商戶嚟噶嘛。咁你會覺得掉錢落去做廣告係心痛會蝕錢？其實所有老闆都會係咁嘅。咁即係話，如果你見到一個商家佢係持續喺 Meta 投放廣告嘅話，咁呢個廣告肯定係為佢帶嚟正向回報，佢先會不斷咁落噶嘛。好啦，咁個問題就係，如果始終都要有人喺 Meta 廣告上面賺錢嘅話，咁點解嗰個唔係你呢？嗱，你可能需要嘅咧就係一套非常之完整嘅策略同埋技巧咧，點樣去運用 Meta 廣告咧，去幫助你喺大市之中咧可以突圍而出。畢竟咧，去到今年，我哋 Meta 廣告競爭咧都已經係越嚟越大啦。如果你想知道點樣由設定目標、設定預算、設定受眾，至到去投放廣告嘅唔同形式，點樣能夠突圍而出嘅話咧，咁你可以下載創業家 App 睇下我哋嘅 Meta 廣告投放速成班，我哋都可以講係市面上邊咧喺香港啊最有經驗咧去教授 Meta 廣告嘅間公司㗎啦，而且都 keep 住咧係每一年咧幫助大家去 update 最新嘅資訊嘅。咁我相信呢個課程咧一定能夠幫助到你。